实体环保团体工作嘅林2014年航路环岛嘅过程当中，以家庭囤一辆嘅阿姐林养慈、林秀萍，向下屯路卡位1楼改装做一间4店嘅。一间店嘅19年前係伊人嘅爸爸開嘅婚儀診所，故所伊人路屯阿爸留下來嘅方便，搭看診嘅桌燈，並享用菜嘅乾嘅一道，如勇敢嘅空間設計地圖。伊人韓屯對土地環境關心富裕強義嘅想法，並落伊人嘅經營理念。伊人有賣菜地農民嘅產品，韓國林養慈希爾百年屯當地嘅富人家聽秋葉，用布嚟做嘅天然衛生棉。韓國學美術嘅林秀萍屯數嘅特別金工結合創立嘅食品品牌。伊人喺登上辦公處屯藝術工作坊，想要建立友善環境，韓國提升富裕強義嘅平台。像你这边看到的这个椅子呢，是以前爸爸诊所留下来的这个就是后枕椅。那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木料就是其实还非常好，然后它还是可以持续使用，所以留在这个空间也蛮有就是古色古香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要保留下来。林公司點到空嘅同時，仲佢都係家爸爸財神前佢中醫診所家下留下來嘅。我的童年的記憶就是小時候家裡的1樓的診所是非常多的病人跟爸爸的朋友，然後是非常的熱絡。然後我爸爸在那個診間幫病人看診，那我媽媽她在藥櫃就是藥局就是很認真的包藥。然後我幼稚園的時候，我很有印象，就是我放學回來，我是會坐在那個藥台上，就是幫忙包藥。林嘅阿爸係一個善良又熱心、懂冇事時懂肯同人聽書嘅先生。家屋下嘅1樓就係診所。家爸爸普遍過身過後，也大伯也病到嘅係19年咧。家媽媽見看到就會想起頭拜。我是覺得啦，期待很久，我用很期待的心情，因為整個空間已經沉寂了10幾年了。他爸爸以客家的那種精神哈，就是來這邊看病的人，他就用一種很溫暖的心去撫慰他們。然後呢，你如果來看病，你只要跟林醫師講說，我沒錢誒，醫生安尼要安怎送？我先生都會跟他講一句話：先醫病，有錢再還，沒錢沒關係。本地啲環保團體做事嘅林2014年同家老公嘅天愛環島移村，現在安呢家嘅儀式沒有會改變。那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們的起點就是在我們這個家的門口。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我自己工作上，我有一個疑問，就是我想要做跟環境有關的工作，我一定要在一個團體裡面工作嗎？我就突然有一個聲音就說，那不然開一間店好了。環島家下，佢在過來看自家，我也係馬街，拄好兩個阿姊也想我來開店，故所3姊妹同阿妹，向下同1樓拿來打粗細嘅做店面。嗰時未曾發現到，家爸爸留位動都補下來。他把那個輕鋼架全部敲掉的時候，我們看到這個梁柱，還有看到以前樓梯的瓷磚的時候，我才發現。就是這是一份禮物，才發現就是我好像跟我爸爸連接。他也是一個風水師，所以他設計的，然後請工人啊，請工匠、木匠來這邊蓋，所以我感受到他當初在蓋這個房子的用心跟愛。強兒子林秀萍係學美術嘅，對於書庫嘅特別有感情。嗰時佢同家爸爸留下來嘅牌匾，拿來表現空間設計圖風。然後我們這個店裡面有非常多的木料，跟整個隔間或者是吧台，我們都是用我爸爸的匾額，因為他那時候有20幾個匾額在整個空間全部擺滿，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雖然我父親已經離開，可是他的物件或者他喜歡的東西還是存在在這個空間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特別，就是好像他還是在這裡陪伴着我們。所以我覺得這一切的回饋呢，
他的那个效应就是来到他的儿女身上，所以他的儿女呢，能够把这一丝丝的情愫，再把它演变转变，也很感谢，就是把整个空间翻转起来。也下4點妹妹發揮家爸爸嘅愛，和同佢上小下去，結合生活、環境、照顧小農同關心父母嘅一類理念，出題賣菜啲農地產品，韓國客戶環保理念，冇就會產生嘅商品，還有家太子理念詞，希你僕你重飲，帶定菜地父母用不會做嘅衛生棉同製品也掉產品。他們對這邊的這個經血還有婦女衛教這邊的概念是非常的淺的，所以我大姐她那時候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，所以她就想說她可以怎麼樣子幫助他們，所以一開始是從台灣帶材料去尼泊爾跟他們分享，然後教他們手做不衛生棉，那在地的婦女是非常的喜歡。廿二節連小皮未來創立品牌，老蘇酷的同員工結合起來，做出同有設計嘅美東西。佢對五星議題美動關心，故數是發現非菜自強嘅不同，未移動到國家帶地菜天五星輪認識自家。就是在講說，他覺得子宮就像一棵大樹，然後很有生命力，然後是女性的一個核心，但他故意選這種，他把碎布的 pattern 把它剪下來，然後當成葉子。一項項嘅作品喺各國嘅人對自強、對生命嘅想象，連小品和結合150幅嘅自強圖，和作為大型嘅裝置藝術來開展覽。我發現我跟我身體很陌生，所以我就好奇，我就想知道其他女性怎麼想，所以我就開始第一次在我的工作室就辦了第一場子宮彩繪的，因為好像跟你沒有關係，可是事實上男孩、小孩、女孩都是從子宮來的。然後我其實探索的不是子宮，我探索的是生命的一個起源。然後在這個過程中，其實我很感動，因為我覺得我也被療癒了。點妹妹接送會期盼環境、土地同父母權益相關嘅工作同活動，希望同大家人下都有同好嘅交流。那因為我會覺得友善環境的同時，其實你的內心也是需要去淨化，才能夠外在跟內在是可以達到一個平衡。那過去爸爸在這個診所是靠醫病來去療癒別人，那我覺得本利這個空間呢，就是讓別人放鬆，然後讓客人就是我們會互相分享。見出發見到嘅不敗店面，連媽媽係一類華裔先生，平常時就啲店妹都好教學，經驗比當類化都個個有家自家嘅樣貌，同一定這樣嘅世界，故從人生每個把握嘅一定讚美時期，佢知道佢呢家成年每嘢都發揮自家嘅才智，按呢家爸爸留下來嘅路嘅就唔會落後踢，也將有新嘅意義。